今日我就嚟到羅湖關口附近嘅愛康健口腔醫院做洗牙。關口行過嚟大概10分鐘，位置喺香格里拉酒店斜對面，超級方便。原來愛康健口腔醫院已經有超過29年歷史，呢度就係等候區，有愛康健公仔，仲有飲品同糖果。愛康健以可靠嘅服務品質、完善嘅醫療管理同埋合理嘅透明收費，創造咗香港人跨境睇牙風潮。我今日就約咗愛康健洗牙，而家準備入去做啦。呢度嘅醫護人員超過500名，平均執業經驗10年以上。而愛康健部分口腔護理收費比香港平成1半以上，俾香港市民多一個性價比高嘅醫療選擇。其實今次係我第一次上深圳洗牙啦，呢度嘅洗牙服務好好，醫生幫我用沙粉將牙石、牙漬洗走晒，而家牙好乾淨。成個過程醫生都好溫柔同埋好細心，清楚講述每一個步驟，令我好放心。以前好驚洗牙會流好多牙血或者好痛，但今次嘅體驗好舒服，一啲都唔痛。洗完牙仲有禮物收，有呢個旅行裝嘅口腔護理套裝、牙線同埋抗敏感嘅舒適打牙膏。